他，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，绽放半世的光速。什么人竟敢闯平西王府？你没想到吧？一路上与你朝夕相处的叶倩影和叶默生都是著名联盟的奸细，他二人根本不是兄妹，而是师姐弟。叶倩影本姓樊，应该叫樊倩影，他爹就是前明御医樊离。他们与你的相遇根本不是巧合，更不是你和一个女人一见钟情的艳遇。父王。去，把叶氏兄妹给我擒了，拿回金钥匙，你就还是我吴三桂的儿子。倩影，二公子，倩影，这些日子我一直忙于王府事务，没有抽空陪你。你可觉得孤单？还好，有王妃每日陪我四处游玩，而且每晚我还要配合心法内功，加强这冰肌雪肤膏的药效，并不觉得孤单。那就好。让我看看，你的脸遮得怎么样了？你怎么了？来，倩影，你还记得第一次我们在客栈遇劫的时候，我对你说的话吗？吴公子，你别追了，这三更半夜，荒郊野岭的实在是不安全。我不怕，我担心你。其实，你只是一侧的脸颊
有一点小小的伤疤，可是你的五官以及轮廓却是那么的精致，你根本不必在意的。千影，你看到了吗？你是那样的美丽。这是我吗？这真的是我吗？是你啊，这当然是你。千影，你在我心中本就是一个内外兼修、文武双全的优秀女子。二公子，你还要叫我二公子吗？叫我应气。应气，多谢你，你给我的不仅是一份美丽的容颜，更是一份难得的温情。穿雨中的他，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，绽放半世的光速。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骗我？你们明明就是明珠谷的杀手，你们也不是什么兄妹，而是师姐弟。你们遇见我也不是什么机缘巧合，而是为了那把金钥匙。你已什么都知道了。该知道的，我都知道了；不该知道的，我希望你能告诉我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我想知道你接近我除了金钥匙之外，有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？不要撒谎，说实话。
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。你杀了我吧！虽然你没有喜欢过我，但我却是真的喜欢你。你走吧，还有你的师弟。你们都走吧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放了我们？我父王已经在府外设下了500精兵，你们逃不出去了。拿着这把匕首，以我为人质。可是，如果我们走了，你怎么向你父王交差？我自有办法。别犹豫了，压着我冲出去。范千影、叶补生，你们赶紧放开二公子，我还能替你们兄妹2人在王爷面前求个情，否则的话，我今天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让开，否则我就杀了二公子。混账，还不让开！快让开，保护二公子要紧。慢着！干什么？你们想害死二公子吗？丽妃娘娘吉祥。哎呦，听说我们的世淑姑娘在做女工呢，这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来来来，快坐下，喝点茶吧。哎呀，现在丽嫔娘娘升做丽妃娘娘，开始取笑我了是吧？哪有？我升了丽妃又有什么用啊？这整个皇宫谁不知道，皇上最宠幸的是一个什么名分都没有的世淑姑娘。我才不想皇上宠幸我呢，没什么稀罕的。哎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啊！这是我第一次做女工，特别丑，你别笑我啊。咱俩一块长大，我还不知道你。来吧，我不会笑你的。好看吗？哎呦，
这针脚可真是够粗的，果然是见不得人。不过没关系了，你的猪哥哥一定会视若珍宝，不会嫌弃你的。这个不是给猪哥哥的。荷包是贴身之物，这又是你第一次绣荷包，意义非凡，不给猪哥哥给谁啊？这个荷包是给皇上的。你不是说对皇上已经死心了吗？我还以为你以后会一心一意地对待大师兄呢。我是对皇上死心了，我也正在努力对猪哥哥一心一意。可这是猪哥哥嘱咐的，他说让我别再跟皇上冷战了，尽快恢复以前亲密的样子，所以我才绣的这个荷包。大师兄也是为了大局着想。大师兄对你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心里一定很矛盾，很痛苦。薛姐姐，等我们查出了内奸，找到了铜匣，撤出紫禁城，猪哥哥就不会再难过了。看到你终于能回心转意，我真替大师兄开心。应琪，不，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叫你应琪了，还是叫你二公子吧。二公子，多谢救命之恩。你们快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们。如果下次相见，绝不容情。二公子，二公子，撤！快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这。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让他们跑了，这个王爷可怎么交代？快，在我胳膊上砍一刀。啊！这还不动手？一欢，明天是你的生日。这个呢，是太皇太后念我在皇上微服私访的时候多次救过皇上，赏赐给我的蜀绣，连皇后都没有呢。你不是生平有3大愿望吗？一愿吃遍天下美食，2愿穿尽天下美衣，3愿治好你倩影姐姐的脸。所以啊，这个珍贵的蜀绣，我就转赠给你，作为生日礼物。真的好好看啊！雪姐姐，你对我真好，从小到大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我。谁让你是我的乖乖小师妹呢？哦，对了，其实你对皇上付出了更多，可是这太皇太后不仅没有赏赐你，连召见你、嘉奖你几句都没有。哎，我才不稀罕那个老太婆奖赏我呢。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我才不会替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伪君子皇帝出生入死呢。大师兄要是听到你这番话，指不定有多开心呢。哎，对了，你和大师兄还有康熙是同一天生日，我还有一件生日礼物要给你，你猜猜是谁送你的？什么呀？哇，是头小猪，长得跟我还有点像呢。是你的猪哥哥送给你的。大师兄啊，担心他来不及赶回京城，早就预先给你准备好了礼物，放在我这儿。
托我转交给你。你的朱哥哥是让你把它挂在胸前，系在心间呢。可是我手太慢了，光给龙小弟绣了一个荷包，朱哥哥的生日礼物还没有准备呢。没关系，虽然荷包是给皇上的，可是你的心是向着大师兄的呀。大师兄知道了，一定会很满足的。王妃，您慢点儿。我要再去晚点儿，我琪儿性命就不保了。不会的，王爷一向很疼二公子的，他不会真的杀了二公子的。叶姑娘，你怎么还没走？我不放心二公子又回来了，我要和你一起去救他。你若被王爷发现，性命就难保了，那岂不是辜负了我琪儿对你的一片苦心？王妃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府上没有人见过我的真面目，我现在马上假扮成你的丫鬟，随你一起去王府。不行，你去只会火上浇油。虽然我琪儿对你一往情深，但她不可能随你离开平西王府，跟你去浪迹天涯。你还是赶紧走吧。王妃，对不起，我必须去见二公子。我用的手法很轻，你的穴道很快就会解开。希望你尽快赶到平西王府，和我一起救二公子。至于你是否向平西王揭穿我的身份，就由你自己做决定吧。他们就这样拿你当人质给跑了。父王息怒，是孩儿一时冲动。当孩儿知道樊倩也是明珠谷的奸细之后，很是气愤，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这么对我，于是跑去和他对峙，结果没想到他却突然对孩儿出手，孩儿奋力抵抗，结果却不是他的对手。当他一剑刺向孩儿的手臂时，孩儿才幡然醒悟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王爷，都怪属下无能，竟然让那两个奸细给跑了。父王，此事是孩儿一个人的错，与石将军无关。是吗？来人！王爷，将这个不孝子推出去斩了！王爷，万万不可！二公子固然有错，但是罪不至死啊！父王息怒，孩儿知道错了，就请父王饶了孩儿这一次吧。你知道错了，你错在哪儿了？孩儿错在明知樊倩也是明珠谷的奸细，却妄想用儿女之情，企图打。住口！你到现在都还想骗我？现在知道疼了？据我所得的密报，樊倩影可是明珠谷一众前明精英联手调教出来的绝顶杀手，而你不过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。他若对你下手，你还有活的机会吗？这一剑不伤及要害，就说明他对你手下留情。你二人分明是你侬我侬，商量好了，你故意以自己为人质，放他逃脱。我说的可有错？父王英明，孩儿的小心思瞒不过父王，孩儿私纵大敌，罪不可恕，请父王恕罪。都小心点啊！
要是把它掉下来摔了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的脑袋就咔咔搬家了，小心点儿。李公公啊，宜欢姑娘。哎，啊，皇上今天怎么没去御书房啊？皇上今天在御花园办大寿，这个后宫的太皇太后啊、皇后啊，所有的后宫嫔妃，全去御花园给皇上贺寿去了。哎，他没让你去啊？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笔墨侍书，哪有什么资格跟皇上一同庆生啊？哎，宜欢姑娘，不是老奴多嘴，你这个性子啊，你得收敛一点儿。当初皇上扮成侍卫跟你结拜，只不过是一时兴起，图一个好玩，你还真就当真了。我跟你说，皇上毕竟是皇上，幸亏他胸怀宽广，对你又是一番真心。这要是换了别的妃子啊，竟敢忤逆皇上，就咔早就被皇上处死不知道多少回了，你知道吗？当心点儿。王爷，你是何人？回王爷，奴婢是侧王妃新买的丫鬟秋月。侧王妃得知二公子违反了王爷的军令，要被军法处置，竟然急晕了过去。奴婢特意来禀报你。叫他急，都是他教的好儿子。秋月，还不快回王府照顾侧王妃去！侧王妃有望月他们几个伺候着，侧王妃要奴婢来守着二公子。笑话！我违反了军令，王爷处罚我，你守在一旁又有何用？还不赶紧退下！慢！秋月，看着你，倒是比寻常的丫鬟胆子大了不少。若是望爷他们几个，在本王的盛怒之下，早就浑身颤抖，站立不稳，你倒还能神色从容。王爷，手下留情！王爷，王爷，求王爷手下留情，饶过琪儿吧，贱妾愿受任何责罚。你的账，我回头再跟你算。愚人把儿子娇惯得这么不知轻重，为所欲为。贱妾知错了，王爷。但是贱妾膝下只有琪儿这么一个孽障，只求王爷看在贱妾的份上，饶过琪儿。贱妾愿受任何责罚。起来吧，跪在这里，成何体统？谢王爷。琪儿，难怪你父王震怒，你怎么可以为了一个女人敌我不分，私纵强敌？王爷，琪儿只不过是一时为情所困。想当年王爷年轻时，不也曾冲冠一怒为红颜吗？琪儿这般多情痴心的性子，倒正是随了王爷的天性。喜儿，没错，世人皆说父王年轻时曾冲冠一怒为红颜，可当年父王乃是审时度势，察觉前明江山气数已尽，才迎着清军入山海关，成为这大清的开国重臣，并非只为了陈圆圆一个女人。若是父王只痴恋陈圆圆一个女人，又怎会再娶了你娘？又哪儿来的你呀？是贱妾头发长见识短，胡言乱语了，王爷。但是这人不风流枉为少年，琪儿只不过是一时为情所困，难以自拔，并非有意忤逆王爷，还请王爷饶了琪儿。琪儿，还不快求王爷恕罪！孩儿知道错了，求父王恕罪。
希儿，看在你娘的面子上，你只要肯在父王面前立下重誓，从今以后，与那个樊倩影一刀两断，心里不再想着他，父王就饶了你。琪儿，还不快快向王爷立下重誓！娘，父王，孩儿不能立此重誓，孩儿不想欺骗你们，因为孩儿做不到。琪儿，你就醒醒吧！那个樊倩影对你的感情根本不是真的，她接近你就是为了利用你，她根本就不爱你，更不值得你爱。不是的，我相信倩影是爱我的。父王，虽然我们俩立场不同，但是我们俩却是真心相爱的，并且我们俩谁都不愿意玷污了这份真情。王爷，来人！二公子违反禁令，私放强敌，罪不可赦，拖出去给我斩了！王爷，万万不可呀！王爷，王爷，倩倩只有琪儿这么一个儿子。王爷若杀了琪儿，倩倩也就不活了。王爷，你现在可愿立誓了？快呀！父王，儿子早已对倩影立过誓，永不相负。我若是再发一个假誓，那不仅是对倩影不忠，也是对您不孝。拖出去！王爷，王爷，你若杀了琪儿，倩倩此生已无可恋。王爷，就此永别。娘，王妃，娘。罢了，玉柔，看在你尽心尽力扶持了本王20年的份上，我就饶了妻儿这一次。不过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。来人，将二公子推出去，重责50军棍。是。谢王爷不杀之恩。你给我千万忍住，不可露出任何破绽，不然你帮不了妻儿，反而会害了她。琪儿，我们不要再打了，王爷，求您了，王爷啊！打！求您了！军令如山。倩影，倩影，倩影，你别走，别走。
为何还要回来？是我把你害成这样的，我舍不得你，也放心不下。你不是说过，你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吗？我那么说，只是不想连累你，我怕你会一直牵挂我。其实，在我心里，你别动，才刚给你上的药。是你亲自给我上的药吗？那我这顿军官挨得真是太值了。千阳，既然回来了，就别走了，好吗？你答应了？我答应了，答应了。驾！玉，樊师姐，吴三桂怎会把我们的底细一下子了解得这么清楚？难不成我们明珠谷中也有平西王府的奸细？不错，咱们明珠谷中不仅有鳌拜安插的奸细，还有平西王府安插的奸细。师弟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这样吧，大师兄和师傅他们正在前往滇都，我现在就赶去与他们会合，告诉他们这个重大的消息。至于你，你还是想办法继续留在吴应奇的身边，再打探一些消息。其实，我担心吴三桂会对吴应奇重罚，也很想回去看看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可是，他已经知道我们是明珠谷的人，这次能放我们走，也是看在以前的情分上。而且，他也说过，再也不想见我。他那只是一时生气说的气话，他其实心里还是很想再见到你的。师姐，我看得出来，吴应奇对你是真心的，而且他对他父亲吴三桂一切的所作所为也似乎并不赞同，所以他心里并不会真的憎恨你。可就是因为他对我是真心的，我才不想再利用他。师姐，我们要做的是光复大明的天下，造福天下百姓。连大师兄都可以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，把与小师妹的儿女情长暂时放到一边，你可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犯糊涂，因为吴三桂那个大奸贼的儿子而分不清轻重。好，我这就回去。驾！驾！爹，回来了。倩影，倩影，你的脸，爹娘，你的脸已经好了。吴应奇在平西王府找齐了药材，配出了冰肌血肤膏，治好了女儿的脸。又是吴应奇，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？难道你跟他……爹，别瞎想，我跟他只是寻常交情。不信，你问叶师弟。啊！默生，你告诉三师傅，你师姐跟吴应奇之间有什么异样？三师傅，你放心吧，师姐是行事有分寸之人，绝不会跟吴三桂的儿子有任何逾矩之事的。好了，先进来吧。进来吧。走吧。
东西就在这间房子里。这个地方就是最佳撤离点，距离不远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接应他们。千影，你这份平西王府的地形图绘制的不错，一定花了不少功夫。总算听到爹爹的赞许了。其实你爹一直都很疼你的，也以你为傲。不过很奇怪，吴三桂当初给吴应琪的钥匙说是真钥匙，可我从吴应琪那调包的却是假钥匙。是不是吴应琪把这个金钥匙给调包了？不可能，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，而且也不知道这金钥匙的秘密，他调包又有何用呢？你在负责执行这个任务，你跟吴应琪相处了这么久，爹相信你的判断。谢谢爹。如果吴应琪没有调包金钥匙，那应该吴三桂交给吴应琪的就是一把假钥匙。他想利用樊师妹传递假消息给我们，让我们误以为金钥匙已经不在他手上。这个吴三桂真够狡猾的，他居然学着鳌拜，也在咱们明珠谷安插了奸细。现在当务之急，我们是要把内奸给找出来。默笙跟倩影在云南1个月才被发现，这就说明咱们明珠谷的内奸身份并不是很高。以后几个孩子的行动只能由咱们几个师长知道，不能让谷中的任何人知道。我和樊师姐调查了很久，真的金钥匙应该就在吴三桂书房的密室里。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书房？对，就是这儿。这里也是整个平西王府守卫最森严、最难接近的地方。太子，接下来该如何安排？义父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发挥各自的特长，各司其职。樊师妹和叶师弟负责查清楚平西王府的守卫情况和轮岗规律。好。吴师傅，你负责制造出能够接近书房的王府中人的面具，并教我们事先模拟好这些人说话的声音。放心，只要让我看上他们一眼，听他们说一句话，我保证能够复制出连他们自己都辨不出真假的冒牌货。好。四师傅，你负责联络云南边境守军中的内线，散布缅军就要异动的谣言，转移吴三桂的注意力。请太子放心，这些年我在云南边境的守军中安排了好几个我们的内线。好。那我们夫妇的任务呢？是啊，此事事关重大，每个人担子都不轻。三师傅，我记得你在研制一种新的毒药，能让人服下以后四肢麻痹，无法动弹，也无法说话，但是却能够保持清醒，这样就不会让人轻易察觉有什么异样。不错，这个毒药名称叫呆若木鸡散，已在我自己的身上试验过，效果就……那日啊，你三师傅神色如常地坐在屋里，我以为他在想什么事，就没有打扰他。不料2个时辰过去了，他还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。我叫他，他也不应；推他，他也不动，可把我给吓坏了。结果又过了1个时辰啊，他渐渐恢复了原样，告诉我他在试验一种什么新的毒药，叫呆若木鸡散。你看他当时的样子，不就是呆若木鸡吗？好，樊师妹，就由你想办法，把这呆若木鸡散下到当夜值守护卫的饮食当中去。好，我扮成侧王妃的丫鬟，应该能找到机会。二师傅，你是我们当中武功最高的，你就负责解决突发情况，放倒守军当中没有中毒的高手。好，为师已经很久没有与人交手了，手正痒着呢。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就是平西王府中的机关。虽然我跟樊师妹、叶师弟都也懂得机关阵法之术，但终究不及6师傅经验丰富。如果6师傅在的话，那咱们的胜算就又能多了一分。放心，我已经飞鸽传书给雪衣居士了，算来他也应该到了。堂姐姐真是神算子啊，居然算到我已经来了。这么多年了，这可是我们6位师傅初次集体行动，我岂能错过？裘贵呢？他很是狡猾，居然找到几路替身来替他掩护。我本想着继续追查他的行踪，可是却接到你的飞鸽传书，
所以我就委托山西牛角寨的盟友们帮我继续追杀他，而我就来滇都与你们会合了。六师傅回来正好，如此一来，平西王府纵然是龙潭虎穴，我们也可以放心的闯一闯了。太子安排的十分妥当，那你就负责总调度，我来制定撤离方案。有劳义父。皇上，刘德昭一案牵连甚广，你打算如何处置啊？所有贪赃枉法、侵吞朝廷赈灾银两的官员，朕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别的人暂且不宜动，就先拿这个刘德昭开刀吧。先杀一儆百，这样好让那些地方官看一看，看他们以后还敢尸位素餐、欺压百姓不？这个刘德昭不仅贪赃枉法、侵吞朝廷的赈灾银两，他还暗杀朝廷官员，谋害后妃，其9族共计672人，都当斩。龙小弟，672人，这杀的未免太多了吧？按律是应当诛9族的，不过朕以仁治天下，就改为诛近亲3族吧。可是刘德昭是一个人犯法呀，为什么他犯法，他的父母、他的孩子要陪他一起去死呢？这个刘德昭啊，他不仅杀了丽妃的父亲，朕倚重的老臣舒建，他更想行刺于朕。朕不诛他9族，已经是格外开恩了。诛9族？龙小弟，你跟太皇太后不都是信佛之人吗？佛家第一戒就是戒杀生，你杀这么多人，是不是未免也太滥杀无辜了？叶欢，没有哪朝哪代的皇帝能够容忍弑君的罪行，这是大清的律例，朕也必须遵守。你要是于心不忍，不愿帮朕草诏，那就朕亲自来写的。别了，我这个笔墨诗书怎么能尸位素餐呢？我这圣旨啊都拟了一大半了，还是我拟吧，我拟。慢点。其实啊，你根本不用自责。我放你和殷默生离开，并不仅仅是出于儿女私情，而是因为大义。大义？不错。其实，我很清楚世人对于我父王的评价，我也很明白未来的史书上，我父王，甚至于我，都将被列入2臣，受万世的唾骂。我如果不是吴三桂的儿子的话，我也恨不得手刃了他，血祭永历皇帝，以谢天下。没想到，原来你心中英奇，没想到你肯对我说如此肺腑之言，我心中既感动又惭愧。倩阳，我跟你说的这些话，除了我娘，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。我只是想要告诉你，除了身份不同，立场也不得不同之外，对于是非道义的判断，我俩是一致的。太子，前面这条街道就是平西王出入王府的必经之路，在这个街道上有处茶楼，不如我们先到楼上去，一边喝茶一边观察王府的动静。客官，慢用哈，有什么尽管吩咐。好，来嘞！二位来点什么？普洱茶。好嘞。楼上2位普洱茶，茶来喽！你慢用。
小二，我要的是陈年的普洱茶，你为什么给我上今年的？看这汤色就能看出来了，给我换一杯吧。好嘞，马上给你换，马上给你换哈。刘师傅，这茶的味道不错呀。我喜欢喝味道更浓艳的。哟，哎，这楼下怎么这么多清兵啊？是啊，快看。嚯，这么多人马！那是，这缅军啊，实在太猖狂了。小兄弟啊，出什么事了？听说呀，是缅军偷袭了边境，抢夺了好多老百姓的财物。这平西王率兵出击，还击缅军呢。李欢，你别以为朕宠着你，你就可以恃宠而骄。你竟然跟矫诏给了索图一道假圣旨！我就知道奴婢这点江湖小把戏，肯定瞒不了英明的皇上了。是不是所有图跟刑部的人发现那道圣旨是假的，要杀刘德昭全族啊？要是发现了，你还能在这儿？早就进天牢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刘氏一族老少全都安然无恙了？李欢，你是真傻还是假聪明啊？你知不知道，矫诏也是欺君大罪，是要诛九族的。这件事情要是让文武百官、太皇太后、后宫的嫔妃，甚至任何一个宫里的人知道，你就算有100颗脑袋也不够砍的。奴婢矫诏的确不对，可是皇上，滥杀无辜、大开杀戒，难道就是对的吗？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不知悔改，反过来指责朕滥杀无辜，你是不是以为朕真的不敢诛你九族？奴婢根本没错，错的是皇上。反正奴婢的族人早已流散四方，根本找不到了。奴婢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如果皇上真的气不过的话，那就砍了奴婢的脑袋吧。奴婢绝不皱一下眉头，用奴婢的1颗人头换600多颗人头，值了。好，真英雄啊！那朕今天就拿你这颗脑袋去换刘氏600多颗人头。来人，传索图。出了什么事儿了？不知道，只知道皇上这么多年都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。是不是因为世淑姑娘？除了她，谁还有这么大的胆子？是索图到了吗？还不快给朕滚进来！这。皇上吉祥。索图，把李欢推出午门斩了。啊！世淑姑娘犯了什么事儿？皇上要砍她的头啊？总之是砍头的大罪。你问那么多干嘛？还不快去！皇上息怒，皇上三思。你啰嗦那么多干嘛呀？啊！朕让你去就去。这，把头砍了，我看你还逞什么英雄！走吧，世淑姑娘。索大人，皇上真的要出斩世淑姑娘？皇上是这么吩咐的。
皇上虽然是这么吩咐的，但是咱家斗胆建议索大人，暂缓行刑。索大人也是聪明之人，应该明白咱家的意思。行了，多谢李公公了，你说的我心里都有数。索大人，索大人，你为什么不问皇上为什么大发雷霆，要砍我头啊？我是不敢问，也不想问呐。在这宫里头，事儿知道的越少，越安全。皇上不会真砍我头吧？哎，姑娘啊，这次山西之行，我心里看得很清楚。皇上心里对姑娘那是非常看重，姑娘啊，可不比其他人呐。如果今天我真的犯糊涂砍了你的头，那接下来皇上就该来砍我的脑袋了。那姑娘放心，咱们呢就这样慢慢的溜达，说不定我们还没有溜达到午门，皇上就派人下旨要来赦免你了。索大人，前面就是午门了，这皇上万一还不派人来赦免我怎么办啊？那我可就只能执行圣旨了。您的意思是，您真的要砍我头了？万一您真砍了我，皇上又后悔了呢？我说了要执行圣旨，可是执行圣旨是需要一个过程的，啊。要砍你的头，那得有刽子手吧？这刽子手从住的地方走到午门去，他需要时间吧？啊，刽子手来了以后，那得先磨刀吧？这刀磨好了，送你上路，得给你吃口上路饭吧？饭做得了，给你端上来，你是一勺一勺的吃呢，还是一粒一粒的吃呢？总之，我是不催你的。那如果天黑了，皇上还没派人来赦免我呢？哎，这天黑了，皇上还没有派人来赦免你，但是他也没派人来催问，那咱们就还有办法可想了。奴才这就去。这刀都磨了一下午了，会不会磨断了？没关系啊，这把刀磨坏了，咱们换一把刀，接着磨呀。来，快吃吃，啊，嘿嘿嘿，多吃点。皇上，你消消气儿啊，喝杯茶消消气儿。这谁沏的茶？怎么那么难喝？是奴才的徒弟
小德子沏的。你怎么教徒弟的？连个茶都不会沏。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。皇上的茶通常都是世淑姑娘给您沏的，小德子他一时半会儿掌握不好火候，求皇上您饶了他这回。哎呦，皇上，皇上，你的福啊！你还知道啊？你还知道朕离不开那个小丫头？那刚才朕要砍他脑袋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替他求个情啊？啊！朕在这急得团团转啊！你个老东西，一声都不吭你！哎，你在宫里待了一辈子了，这点眼力劲都没有啊？不，皇上，我这不是想让您冷静冷静再说吗？那奴才现在求情来得及吗？哎呦，索大人不会现在把宜欢姑娘的头都砍下来了吧？索图要是连这点眼力劲都没有，那朕真是白疼他了。啊，难怪皇上让索大人来执行圣旨呢。你这个老东西，挺机灵。哎，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。现在知道怎么说了吗？哎，知道。还不快去！哎，奴才马上就去。哎，皇上息怒啊，皇上息怒。长进倒是不少，这面的针脚好多了。索大人，你说皇上不会真想杀我吧？这样跟你说吧，这俗话说得好，天威难测。哎，没事啊，赶紧吃吧啊！我就知道，不能相信皇上的话。之前还信誓旦旦的说永远不会砍我头呢，没有想到言犹在耳，现在就要砍我头了。呸！哎，索大人，喏，说着人来了。索大人，哎，李公公啊，皇上有旨，把李易欢带回永乐斋。哦，这样啊，好，那奴才遵旨。李公公，皇上不生我气了？那还用说，本来皇上是龙颜大怒，是我拼了性命不要，在皇上面前苦苦求情啊，皇上才让我把你送回去。姑娘，你再回去以后，可不能再忤逆龙鳞了。姑娘是聪明人，应该知道怎么做。谢谢李公公。哎，那行了，那咱们就走着。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半炷香，不知道孩子们得没得手。晋王放心，这些孩子都是咱们精心调教出来的一流高手，不会出什么差错的。武师傅，你扮起平西王侧妃，简直惟妙惟肖。这世上除了缺胳膊少腿的残疾，就没有你武师傅扮演不了的人。倩影姑娘，你还是赶紧走吧，不要留在我琪儿身边了。若是被人发觉了，不仅会连累了我琪儿，还会伤害了姑娘的性命。不仅这扮相像，连声音和神态也一模一样。那我呢？我这石副将就不惟妙惟肖了？你呀，怕是连石秋红本人都分不出真假。太子不像易欢那丫头，每项技能都学得很到家。王妃，石将军，叶师弟已经得手了，咱们可以出去了。
车王妃石将就好。继续巡视。你们进去取货吧，我和倩影守在这儿。好，多加小心。有机关，大家注意安全。好。回去先解毒，再拿给你。好，走。有埋伏，我们中计了！快，围起来！爹，王府里好像有什么动静，不会是大师傅和太子遇到什么麻烦了吧？快撤！
现在已经没动静了，可能碰到巡夜的了，已经解决了。啊，要不我进去看看？我们的任务是在府外接应，没有接到求救信号之前，千万不能轻举妄动，免得打乱计划。好。晋王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吴三桂，你居然没有率兵出征！区区调虎离山之计，岂能瞒得过吴三桂？怎么样？你们是想束手就擒，还是想再负隅顽抗？哼！现在不是在空旷无垠的战场上，今天你手下兵将虽然众多，但想困住我们，没那么容易。冲出去！放箭！只许射腿脚，本王要抓活的。是。活捉他们，每人赏银千两。是。都给我住手！李定国、陈胜男，你们的武功就算再高，能敌得过本王的火枪队吗？吴三桂，今天算你赢了。你把他们全都放了，我留下来任你处置。我乃堂堂大明晋王，你把我押解送京，交给康熙那个小皇帝，那可是一件天大的功劳，而且还可打消朝廷对你拥兵西南、伺机反叛的嫌疑。那本王要是不同意呢？那大不了，我们就拼个鱼死网破。我临死之前，一剑削去自己的面皮，那我这颗人头可就不值钱了。就算你把我交给康熙，康熙也不会相信的。李定国，我才不会上你当呢。这前明晋王，哪有前明最后一个太子值钱呢？你若肯把你这个假儿子留给我，我或许还会考虑是否放了你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们可看清楚，这可是真的平西王侧妃，不是我们的人假扮的。爱妃，王爷，救我！李定国，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，你竟敢挟持本王爱妃！你们若敢动秦氏一根毫毛，尔等一个也休想活着离开这平西王府！吴三桂，17年前，我李定国亲手射杀了我的爱妻，更亲手射了我刚出生的女儿一箭。我犯下了人伦大罪，天下人人都可啐我李定国的脸，都可以骂我李定国一声猪狗不如，唯独你吴三桂没有这个资格，因为你引狼入室，屠戮同胞，你是我大明王朝的千古罪人。李定国，我不与你逞口舌之力，你快快放了我爱妃！吴三桂，
你由衷也学学我李定国猪狗不如。今天你也一箭射杀你的女人，这样我们这些大明遗臣就被斩草除根了。你以为我不敢？王爷，住手！父王，你要做什么？你难道真的要学李定国那样六亲不认，连我娘也要射杀了吗？妻儿，妻儿，千阳，我对你一片痴心，我为了你。不惜挨了我父王50军棍，我险些送了命。可你呢？你竟然要杀了我亲娘！妻儿，你睁开眼看看，这就是你不惜牺牲一切的女人。你让父王放下剑。好，我这就放下。但你必须过来，拿起枪，当着本王的面，一枪杀了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。不。千阳，我不想要你的命，你把我娘放了，换我来做你的人质，就让我父王一剑杀了我好了。妻儿，糊涂！妻儿，你好糊涂，你快回到你父王的身边去。我再说一遍，你放了我娘。妻儿，你疯了，快退回来！妻儿，放了我娘！吴应期，放了我女儿！放了我娘！爹，娘，女儿有一事相瞒。我和应期一见钟情，虽然彼此有缘无分，但却在心中默许了终身。我不得已劫持你娘，我愿拿我的命来赔你。不，千英，你犯糊涂啊！千英，我不要你的命，我只要你放了我娘，我也把你放了，我们一命换一命。晴儿，我爹不可能放了你娘，否则我们所有人都活不了。爹，娘，女儿不孝，先走一步。不，晴儿，晴儿，你放了我娘！吴三桂，你快放了我们，不然我就和你的儿子同归于尽。王爷，吴三桂，现在你的女人和你的儿子都在我们的手上，我李定国一言九鼎，只要我们到了安全的地方，我会毫发无损地把他们还给你。让他们走。王爷。